鬼董卷2故事3善英尼楚化尼姑善應。以前我做鹽官時去探家姐嘅時候，見過佢一面。當時睇佢個樣又醜又普通，感覺只係一個懵懵懂懂嘅鄉下阿婆。點知佢有時會突然講出一啲好精警、好凌厲嘅說話，聽完之後會令人成個人醒晒。當時我開始對佢有啲懷疑，但係我仲未肯相信佢真係一個有定力、有智慧嘅修行人。有一日，佢拎住幾百個錢過嚟揾我，佢想託我幫佢買米。我同佢講，買米呢啲嘢唔關我事，亦都唔係你呢種出家人應該操心嘅事。善應聽完只係淡淡然咁講咗一句，係啊，睇嚟我仲未真正睇透你。然後佢轉身就走，將啲錢交咗俾一位叫老文之處理。戊子年嗰陣，我喺嘉禾為老友老憲章送行。有一晚天色好暗，我經過去花園入面嘅一間小庵堂，突然入面有一個人行出嚟向我作揖，原來係善應。佢同我講，嗰年買米剩翻嘅錢仲喺度，我而家想幫個侍童買張道牒，已經等咗好幾日啦。去到嗰年冬天，聽聞老家有個婢女偷咗府上嘅布帛，個婢女仲亂咁指控，話係嗰個侍童指使。官差即刻過嚟捉人。善應見到就問嗰個官差，個細路仔識得啲咩？點解佢會變成盜賊？善應行前一步望住大家，佢慢慢咁講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喺度偷天地嘅和氣，偷日月嘅光明，從桑麻谷粟入面偷走衣食，喺金木水火土入面偷走資源使用，甚至我哋連骨肉精血都係從父母嗰度偷翻嚟。世上邊個人唔係賊？點解偏偏只係捉呢個婢女？個官差聽完冷笑一聲，既然全部嘢都係偷翻嚟，咁你話到底有咩係真正屬於你嘅？善應答：姓，自姓嘅姓，我嘅姓同大人你一樣，亦都同你身後呢班官差一樣，甚至同呢個偷嘢嘅婢女都係一樣。只要你悟到呢個本來就是存在嘅自性，咁我啱講嗰啲所謂嘅偷，全部都只係自性入面嘅嘢，根本就冇所謂嘅道。班官差聽唔明呢啲佛理，佢哋覺得呢個阿婆係度玩弄佢哋，甚至係侮辱官府，佢哋好嬲。於是呢，班官差開始瘋狂咁折磨佢。佢哋點着咗艾草，用嗰種燒着嘅煙火，直接去燻去燙善應。喺火光同濃煙入面，善應面不改容，佢只係好冷靜咁講咗一句：呢個並唔係我，我生喺空劫之前，入喺空劫之後，連諸佛嘅慧眼都未必睇得透，我何況係你哋？班官差見到佢咁樣，反而嚇到唔敢再喐手，最後唯有將佢放走。第二年3月初1嗰晚深夜，個侍童急急忙忙跑去敲老家嘅大門，佢大聲嗌：我師父圓寂咗啦！老家嘅人即刻趕過去，只見善應端端正正咁坐喺度，已經斷咗氣。大家以為佢係故意扮嘢，仲合力將佢抬到另一張床上面。點知佢嘅身體依然坐得好穩好堅硬，面上嘅神情竟然帶住一種淡淡嘅紅潤嘅氣息。到咗第二日，當大家為佢進行火化嘅時候，現場竟然出現咗無數嘅舍利子，五光十色，好似珍珠咁閃閃發亮。連火化產生嘅煙所飄過嘅地方，嗰啲樹木草叢全部都垂下咗，好似喺度致敬一樣。直到呢一刻，大家先至真正明白，呢位貌不驚人嘅尼姑，原來一直都隱藏住極高嘅功德。鬼董卷2故事4林千之食人案。嗰晚係嘉定戊寅年嘅冬天，廣西嗰邊傳嚟一份令人毛骨悚然嘅奏摺，主角叫林千之，係欽州一個官。呢個人表面上正正常常，但原來佢心入面住咗一隻魔鬼。當時林千之患咗一種好難斷尾嘅怪病，
佢四圍揾醫生，點知遇到一個邪道人。個道人同佢講，如果要強筋健骨，最好嘅藥引就係童男童女嘅肉。林千枝聽完之後，竟然信到足，佢開始喺自己管轄嘅地方專門捉埋一啲12、13歲嘅細路，之後將佢哋當做畜生咁殺，甚至整成好似臘肉咁，仲幫呢啲人肉改咗個名叫地雞地鴨。起初佢先食自己屋企啲小婢女同妾侍，屋企入面嘅女人一個接一個消失。後來佢食到上癮，竟然用重金收買手下嘅士兵，叫佢哋出去搶人翻嚟食。消息慢慢傳開，嗰一帶嘅村民個個都嚇到半死，一到夜晚就門窗深鎖，根本唔敢踏出門口半步。啲士兵見附近捉唔到人，就越界去到環州嗰邊埋伏喺草叢入面。一見到有路人經過，就衝出去擄人。環州啲村民以為呢班係山賊，佢哋叫呢班人做紅衣人。結果有一次，環州官府終於捉到其中一個兵，一審之下，個兵竟然講出一個震驚全國嘅真相。佢話佢哋唔係搶錢，而係幫林千枝搶人肉食。呢件事當時鬧到上朝廷，但奇怪嘅係呢單食人案審咗好耐都冇結果。朝廷派咗個叫孫經嘅官去查，點知呢個官拖得就拖，過咗成1年，最後林千枝竟然獲得從輕發落，只係被削去官職，發配去吉陽就算。呢個食咗無數細路嘅惡魔，竟然就咁逃過咗死刑。後來先有人發現，原來背後大有文章，查案嗰個官亦都因為咁樣被罷免。但嗰啲死咗嘅小朋友，佢哋嘅骨頭早就已經化成咗林千枝口中嘅地雞地鴨。